哦，接下来呢，非常热情的，非常热情。我们刚刚看了一个舞蹈，现在又要一个韵味的这样，又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舞蹈，另外一个品味。哇，这个是每个人都就是他们会希望来这里运动。对他们在我们教会呢会有一群由我们魏敏华老师所带领的有氧班。他们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每个礼拜一应该9点到7点到9点，对，9点是结束的时间。下班后就来。对，下班后就来。又宣泄又瘦身又美。没错，哇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。好。将来有氧班准备好了吗？有氧班，哦。好，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嘉南有氧班所带来的欢乐Go！ 掌声欢迎。再加大声一点。
谢谢江南幼儿班，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。哇，真的是也是热力四射。对，每个人就是来跳的，非常的健康。我还他们在彩排的时候，我都认得每张人脸，他们穿成这样，我真的认不出来每个人。认不出来，他们在。哇，代表他们很用心的预备，对，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掌声。谢谢。哇，真的非常非常用心的在预备，哇，真的，而且这一次啊，堪称我们有氧舞蹈班史上最难度最高。没错。怎么说？你看他们人虽然少，因为我们过去看到很多，也是有氧舞蹈班会上来表演，可是他们这一次呢，因为人少，9位，所以你看他们刚刚非常非常多变化的队形，要透过，对，要透过这9个一直这样移动位置，所以那是非常非常厉害，很用力这样，而且又怕会走错位，又要记舞步，又要表演这样，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。